古的百年老茶厂，巨大制茶机器轰隆作响。茶厂第3代老板彭乾道热情向我们展示台湾的骄傲。到目前还是全世界最大的揉捻机，它揉捻一次下来，成品100斤，是我们台湾做的呢。这里所产的碰红得也叫做东方美人茶，受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青睐而名闻遐迩。100多年来，不断为台湾创造经济价值。在早期奠定台湾经济基础的茶叶呢，赚取的外汇是最多的。踩着木屐形状的人工切断器，日据时代制茶工具还安好的保存着。特意展示的蜡像，让彭乾道回想起昔日员工，心中无限感念。他没有其他的花费。所以那时候领的钱，他干脆就给我的小孩子。近来科技园区高速发展，传统产业人才外移，让茶厂盛景不复以往。彭乾道依然努力保存台湾的茶叶历史，要让占地千坪的老茶厂重现新生机。这个地方很大，客家话要怎么说？有嘎可不可以教观众朋友 ？OK， 亚威寿董饭，亚威寿董饭，亚威寿董饭。亚威寿董饭。